桌顶的植物甲小盆栽、学生的学习心得等等，拢是即届大港国小神农教育的成果之一。区公所伫文化局的支持之下，委托树果文化基金会来到大港国小，对3年甲4年当中各选一班，进行了20栋的神农教育。22号上午正式举办成果发表会，北区区长李黄新甲市议员陈怡珍、沈振东、柯志春也拢亲自到场参加，肯定学生的学习成果，也希望学生会使透过这课程珍惜伊所食到的食物。我们这个活动是台南市文化局补助我们办理的社区营造活动的项目之一——食农教育。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食农教育来让小朋友了解到我们土地的一个生命力，那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食材其实都是从土地来的，不会是直接就从菜市场跑出来。那也感谢我们这一次的帮忙，就是我们的树谷文教基金会，还有大港国小的4年4班，还有3年4班的小朋友们，还有校长跟老师们的支持，让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都能够这样顺利圆满。那未来也期许能够把这样食农教育继续落实在我们平常的教育生活里面。这届的课程对经济的熟悉一直到收成，相关的农业知识拢透过树果文化基金会教师团队一一指导给学生。大港国小的食农教育，我们今年是第2年。那我们树谷基金会呢，在大港国小呢，从事这个食农教育呢，我们非常开心看到小朋友呢，他愿意接近土地，愿意接近大自然。我们从一个植物它的种子开始，育苗开始，然后教他们从育苗，然后定植，到能够中耕管理，到最后能够收成。这一连串的过程，我们也让孩子知道，原来这样子的大自然的一个循环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农夫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希望小朋友在种菜的过程都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能够更珍惜他们得来不易的食物。成果发表会当天，基金会会邀请社区的长辈甲学生做伙来做饭圆，并和长辈甲学生分享对食物无同的记忆。趣味的做饭圆体验，也互小朋友拢耍甲非常的欢喜。对着来参与的长辈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甲小朋友耍做伙的机会。好玩，因为食农课的老师会教我们本来不会的东西，就他们会很努力的教我们教会。谢谢董事长，请阿嬷教我们做饭团。看到小朋友这么开心的，在自己动手，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而我们这些长者，跟他们小朋友一起同乐，年轻的不少哈，真的很棒。大港国小的校长看到学生这段时间来的努力，除了肯定大家的学习成果，也拢给大家100分。希望这个课程会使成为因生活当中重要的经验。孩子的食农课程在今天来做一个成果的发表会。非常感谢文化局、我们的北区区长以及所有来带领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董事长、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老师，还有班级老师的配合，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小朋友最棒的食农课程。今天的食农课程，校长要给小朋友打100分，因为每个小朋友乐在学习，开心的种菜。小孩子们呢，喜欢这些食农的课程，喜欢自己，喜欢身边的人。我们相信大港国小的教育扎根在孩子的学习力，让每一个孩子透过体验、透过认知、技能跟态度的学习，形塑他们新课纲的核心的素养。我们期待这孩子们未来是我们国家主人翁。爱我们自己，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今天的食农教育成功。透过文化局的这个计划，区公所也整合了各式的人才，传领小朋友亲近土地，同时也增加对故乡的认同、甲多元文化的熟悉甲尊重。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